人在日前，南投乐谷将会举办头一届滴水日文化节，结合地文化啦、滴艺美学啦、音乐演出甲市集等等，要乡亲行入地乡体验山林甲文化的乐谷风情。3、2、1，请到场。 大家做伙将地米倒去管仔内底做封地仪式。乐谷乡公所今年规划滴水节文化节，甲文化自然和产业合作主题，让大家透过活动感受乐谷这块土地人和自然共生的日常风景。公所的同仁还举办着那么好的文化祭活动，那在这里也要诚挚的邀请全国各地的乡亲，大家一起来体验。滴水节文化节是串联地方和人文的活动。 除了安排在地市集、食地体验，嘛安排家庭过程来现场唱歌。我们预计是在6月13号的那一天会有一个茶席，那个盛大的茶席。欢迎民众利用假日时间来乐谷行踏，亲身体验地乡的魅力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